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含三肉精的美国猪，明年进口了后，边境查验要安怎来落实呢？卫福部长陈时中甲卫权委员会再去到台北港来考察。陈时中讲，这个流程比较其他进口的肉品，但是会加强抽检本来查验。譬如讲，这个前5批会先每一批拢来查验，若是拢合格，所以来到抽验50%，然后再个抽10%。只要有无合格，就回头重新再来提关抽验。整个过程为核对会号到开箱查验，最后重新来封签，拢会全程来录影。明年1月就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台湾，就惊讲边境检查人员设备无够，卫权委员会特别到台北港去考察，卫福部长陈时中嘛到现场去说明。基本的流程应该都相当的完善，但是这个查验的密度跟强度会增加。陈时中讲，查验抽样流程甲其他的进口肉品拢同款，会先对货柜号码报验的资料，再个开箱做产品的查核后，取样检验，再个将这个货柜重新搁封起来，而且全程会录影。不过一切是比较加强查验的标准来进行。前5批，我们都每一批都会抽，都合格。那本来是进入到20到50这样的一个抽批，但是我们直接就用50%来抽批。在有进步都没有问题，他们也是以10%来抽批。陈时中嘛被问到台中有人注赛诺菲疫苗了后出现急性突发性的神经炎的情形，伊讲目前要你等病院的报告。疫苗救济小组来研判它的一个关联性。陈时中讲，台湾不良反应的个案，甲南韩比较起来加真少，而且赛诺菲回报世界各国的不良反应状况，会搁做评估。